Hello，各位聽眾，大家好啊！歡迎收睇今期熱話追蹤啊！香港人啊，壓力好大啊！搭地鐵啊，通常都係閉目養神啊，玩下電話啦。但係偏偏啊，有啲時候啊，車廂啊會變成啊中環 UFC 啊，或者啊紅磡擂台啊。最近啊，網上啊瘋傳咗一段最新嘅短片啊，個標題啊寫住啊港鐵車廂 MMA 啊，兩個男人啊喺密閉嘅車廂入邊啊，竟然有口角啊，就升級為動手啊、叉頸啊、出拳啊，甚至啊扭埋一嚿啊。最搞笑嘅係啊，周圍嘅乘客啊，不單止啊冇嚇到四散啊，反而啊化身啊呢個專業食花生群眾啊，冷靜圍觀啊，究竟呢場地鐵擂台戰啊係因咩而起啊？最後又點收科呢？今日咧同大家逐格分析。分析之前咧，大家睇睇片先。根據網上流傳嘅影片同消息啊，呢單 MMA 啊發生喺港鐵嘅列車上邊啊。當時啊，車廂裏面啊人來人往啊，起初啊只係兩個男人咧，因為一啲微不足道嘅小事啊，例如可能啊行路撞到下或者爭位嘅問題啊，發生口角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啦，俗語都有話啦，忍一時啊風平浪靜啊。但係呢兩位阿叔啊，竟然啊選擇咗火遮眼啊！起初咧只係都互相推撞下嘅，但係咧就越鬧越大聲啊！正所謂動口不如動手，好啦，真係喐手啦。咁其中一個人咧突然間出手啊，咁咧兩個即刻就攬埋一嚿啦。咁喺片段度見到啦，哇個場面好激烈啊！有人啊出拳啊，直接擊中對方塊面啊！甚至啊出動到叉頸呢個絕技添啊，由車廂嘅一邊啊推到另外一邊，車廂空間其實本身就有限嘅，咁身邊嘅乘客見到咧，個個都嚇親啊，即係彈開幾步啊嚇到，但係咧有啲好定嘅乘客咧，喂就企喺佢哋隔離，一邊避開佢哋，一邊咧用電話咧拍低呢個歷史性嘅一刻啊！咁影片一出啊，即刻喺各大社交嘅平台度洗版啊！網民嘅留言啊，絕對係精華所在添啊！笑料啊百出啊！有網民就笑言啦，哇！而家啲人搭車真係多節目，買張車飛仲送呢個免費武術表演啊！亦都有人錯重點啊！諗起啊，之前啊講其他港鐵站嘅摔角式打鬥啊！就係喺度講笑話，香港人最近流行呢個行為藝術啊，將地鐵站啊變成呢個奧運嘅自由搏擊賽場啊。不過講真啊，笑還笑啊，都有大批嘅網民啊理性分析啊，認為喺喐緊嘅列車上邊咧打鬥其實非常危險嘅。你試諗下啦，列車喺度高速行駛啊，如果一個唔小心啊撞到個扶手個柱啊或者玻璃啊，隨時啊〜兩敗俱傷啊，甚至連累其他無辜嘅乘客啊！有網民就感嘆啦，大家出門在外，返工都已經咁攰啦，何必咧為咗一啖氣咧搞到上差館呢？咁當然啦，現實咧就唔係電影，打完交咧拍拍籮柚咧係走唔甩嘅。呢場咁嘅車廂 MMA 啊，最終啊就驚動咗港鐵職員同埋警察啊。根據過往類似案件嘅處理手法啊，
當警察接報趕到現場之後通常咧都會根據現場調查啦，同埋翻查翻呢個閉路電視或者網上嘅片段啦，以涉嫌呢個公眾地方打鬥拘捕涉事嘅幾名男人嘅。大家唔好以為隻抽只係兩個人嘅事如果搞到要入醫院驗傷隨時仲要留案底為咗一時之氣唔止要喺車廂肉搏出醜仲要上法庭留案底，影響前途，真係賠了夫人又折兵一啲都唔值㗎。咁總括嚟講啦，啲單咁嘅港鐵車廂 MMA 事件就反映到而家都市人個神經好繃緊咁生活喺節奏極快嘅香港啦，壓力大咧係事實但係情緒管理咧同樣都好重要下次大家搭港鐵如果遇到有人唔小心撞到你或者咧為咗一個座位企位爭執嘅時候記得深呼吸3下，個心喺度諗，忍一時海闊天空。千祈唔好學呢片中個主角因為一時嘅衝動就上咗全香港嘅新聞熱話，成為大眾嘅茶餘飯後嘅笑柄仲惹上埋官非添你對今次港鐵車廂 MMA 有咩睇法你覺得乘客見到打交應該即刻勸交定係拍片放上網先啱？歡迎喺下邊留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你鍾意呢條片，記得幫我按個讚、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分享俾身邊經常搭地鐵嘅朋友。我哋下期見，拜拜。